50-60歲以上嘅熟齡肌，其實好多已經去到皮肉分離嘅狀態，皮同肉之間嗰層嘅膠原蛋白咧已經流失得七七八八。呢一類嘅皮膚咧，就算你做再勁嘅儀器，見效需要嘅次數同埋時間都會比年輕嘅皮膚要多好多。原因好簡單，就係你塊地咧已經冇咗地基，所以如果你想盡快見到有逆齡嘅效果咧，做射頻之餘，你仲要做多一樣嘢，就係幫皮膚揀生邊一種膠原蛋白。一型膠原蛋白原本就係佔你皮膚膠原嘅80%，佢係最長最粗壯嗰種膠原。用床褥去比喻呢，佢就好似彈弓咁樣，一條一條撐起你成塊皮膚。彈弓一斷，床褥就會冧。一型膠原蛋白冇晒，皮肉就會分離，就係咁簡單。所以對於熟齡肌嚟講呢，最重要嘅任務唔係生膠原，而係集中生一型膠原蛋白，補充翻皮膚嘅整體厚度，重新撐翻你成塊皮。你做完或者 Elma Primix 呢一類嘅射頻機呢，係激活咗纖維母細胞，但係呢啲機呢，係唔會幫你揀生邊一種膠原蛋白，佢只係叫醒嗰班工人，但係冇俾指示佢哋要做啲乜嘢。咁點樣做好呢？就係趁呢一班工人精神飽滿開工嘅時候，你要派任務卡俾佢哋。我哋最新嘅北海道馬胎素精華有320種嘅活性肽，佢進入咗皮膚之後呢，就會同母細胞開咗個會先，清楚咁話俾佢知呢期嘅 job 呢，就係瘋狂生一型膠原蛋白，跟住母細胞呢，就源源不絕咁幫你生呢一隻最大最粗壯嘅膠原，幫你撐翻起結構。所以唔好淨係識做熱能機，俾啲乜嘢皮膚食呢？同樣咁重要嘅。記住啦，儀器叫醒細胞，精華指揮細胞，做機唔俾方向呢，等於白咗一半嘅啫。